各位兄弟姊妹，大家主日平安。平安。真欢喜哦，咱有2顿的会友吼，今仔日要伫遮咱做伙组织。这个时阵，咱会当甲咱前后左右吼，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向伊请安，甲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因咱有2顿的会友吼，所以讲伫第2顿第1顿可能有真侪会友拢无解熟悉，咱借着这个机会，来向咱的左右是前后咱来互相来点头来请安吼。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有好的天气，甲好的心情，来到伫这个上帝至圣所。这个时阵，请咱安静咱的心，咱甲上帝讲：主啊，这个时阵，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咱甲上帝讲：主啊，阮欢喜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无论阮伫过去，阮所拄到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拢要伫遮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伊来压制咱。上帝的疼，即是也要来关暗咱的心。咱求上帝的疼来帮着咱，求圣神来带领咱，互咱伫今早这聚会充满伫咱每一个心。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吟这条诗。主我的心，我靠无你。主啊，我靠无你。主啊，求你来吸引我，吸引我。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吸引我，予我心多多爱你。予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吸引我，予我心多多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咱来甲主讲，主啊，这是阮靠无你。主啊，这是阮靠无你。愿你听来吸引我，予我心多多爱你。我的主，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吸引我，予我心多多爱你。予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予耶稣， 稣，我需要你，
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这是咱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来献上祈祷。咱会当想讲，咱甲上帝即摆是甚物款的关系？咱求上帝来带领咱，互咱甲上帝有一个好义的关系。咱做为着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向上帝来恳求。咱做为着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新的生命。主啊，阮甲你每一个人，上帝你甲阮每一个人的关系，拢是独一无二的。主你是神圣，是宝贵的。主你伫阮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主阮有时会迷失家己，袂去数算上帝你伫阮生命中的恩典。主阮愿意伫这个时刻，重新来思考甲你的关系。求上帝你的旨意来引带阮，求你来教导阮，互阮会当更较深入来认捌、来听调上帝。主啊，你互阮会当常常为着阮，为着这事来祈祷，啊，互阮会当伫平常时会当有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帮助。互阮会当甲主你的关系更加更较亲密，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一切事的顶面有主来做伙同行，活出主所赐的恩典，啊，互阮会当透过今早的祈祷、敬拜而乐，定心找到甲主你更好、美好的关系。这时阵，咱为着咱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个宣告福音的教会，咱相信上帝要伫咱教会当中，成做一个福音的基地。咱为着咱教会宣告的福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搁较有热烈的心。咱也为着咱第7期幸福小组。也要进入受割的时程，咱也为着咱已经决志受洗兄弟姊妹来守望祈祷，咱为了这项人事来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啊，天父，阮感谢，求你赐予阮有宣告福音的大使命，伫宣扬主上帝福音的顶面，求上帝你来。上你的听来带予阮伫每一个角落，求上帝你即时加倍祝福伫所有奉献伫福音事工宣告的人工顶面。主啊，阮需要有你手术的智慧甲开力，互阮有耐心。其次，求上帝你开启阮的口才，互阮会当明白清楚来表达福音的奥妙。伫生活当中，成做主很好的见证，佮吸引较侪人来回转，来归向上帝。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赐予阮有救恩甲听，求你互阮有勇气甲智慧，互阮当勇敢无信的人来传福音。伫阮的生活当中，求上帝你来彰显你的恩典甲听。愿圣神来引带，即个今日是阮教会的贝斯特，因有柔软的心，求上帝你无拍断因感动的心，互因会当领受接受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求上帝你加倍祝福已经决志受洗兄弟，求主你的保护热看，互因伫受洗这段时间无有搅扰，求上帝你来祝福因，求上帝你来高抹因。这个时阵，咱也为着咱今日重要的事工，就是咱中级的改选来祈祷，
咱求上帝来呼召合主心意的同工，做伙伫主的事工顶面，做伙为着上帝的国来努力。咱为着咱今日中集改选来祈祷，咱来为着这个事向上帝来恳求。亲爱的天父，这个时阵我满心感谢你，赐予阮有教会有长老甲执事，为了阮过去会当伫教会中心服侍，来献上感恩。为了这个的改选，阮向上帝你来交托，求上帝你亲自拣选下主你心意的同工，互因有属灵的智慧，互因有谦卑的心，甲服侍的热情，会当成做正人的模样。求上帝你伫教会当中，搁一边兴起，甲感动，将有心的同工摆咧伫教会当中。互因能清楚看见家己伫教会当中的呼召，来勇敢回应上帝的恩典，互因愿意承接牧养的责任，也恳求上帝你来保守阮每一个会众的心，互阮伫这个过程无分彼此，合一来祈求上帝的旨意。我们放落家己的意见，我们专心寻求上帝你的引带。天父上帝，你是阮教会的头，伫阮所有的计划当中，阮决定要交代伫你的手中。求你赐落和平甲和睦的灵，伫阮即届选举过程当中，成就阮教会合一团结的见证。我也要互阮有新的领袖。来成做上帝国的福音，会好的同工，做伙起造教会，行下伫主你心意的道路顶面。这是咱为着咱今日的两堂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咱求上帝圣神充满伫咱的礼拜当中。咱为着咱今日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祈祷，有圣神的大帮赞，甲牧师同在。咱为着咱牧师，为着咱今仔聚会，搁一遍来献上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你互牧师，互咱伫咱的生命当中，成做咱灵性的领袖甲导师。求上帝你来祝福牧师今仔所要讲的信息，赐予伊有智慧甲力量。求上帝你引带。互伊行伫上帝你道路的顶面，求你来保守伊有一个勇敢的心灵，互伊当有坚定的信心来宣讲主你福音。主啊，求你圣神即时甲牧师同在。主啊，阮也将阮今仔日的礼拜从头到尾，要求圣神的活水搁一遍充满伫阮的会场当中。主啊，阮要搁一遍拍开阮的心门。用谦卑的心来祈求圣神来带领，阮伫你面前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阵也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咱做伙我来唱这条《我爱主，我心爱你》。我爱主，我心爱你。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无任我，互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
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哈利路亚！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上帝的儿女要伫遮来欢喜唱歌，学上帝。耶和华已经行过所有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所定日子，上帝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以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所定日子，上帝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以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大号叫起，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去运行，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是的，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大声来欢呼。就是耶和华所定日子，上帝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上帝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是你心所牵的，大号叫起，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接引起，我们称谢你。是我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是你心所牵的，大号叫起，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接引起，我们称谢你。是我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是你心所牵的，大号叫起，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接引起，我们称谢你。高举大声的接引起，我们称谢你。高举大声的接引起，我们称谢你，是我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这时，阮将各种家己来献上活祭，做主你圣洁的器具，将家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宝贵的器具，你丰富稳定的창조关啊我，予我器具内面充满大快乐，将家己献上当作活祭。
种种关啊我，予我旗鼓内面充满大开朗。乐器双手阿拉为我主，全心全心拢予你耶稣。耶稣，愿一生要活出你荣耀甲呼召，活出荣耀的呼召，用感恩所在的飘跑走。专心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用感恩所在的标号召。想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来赞美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主耶稣，我们一生要跟随你，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咱做来吟圣诗，
303首，主我要学了你。主宰，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疼甲福分，赏赐人类通有这个福分，正做你的囝儿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所以我要对身体唱出诗歌，主，我要学了你，而且会当尽心尽意，因为要保养你奇妙的大甘霖。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举行临时会员合会。我们台语堂和华语堂，我们一起联合在一起，享受了在主里同心合一的喜乐，团结在一起，同心在一起，为是要见证神的荣耀跟恩典。主，我感谢你，愿你通过今仔日的聚会，阮华语、台语的兄弟，大家拢联合做伙，享受到主来一家的兄欢喜甲疼。也我要通过合会来选出新的长老甲执事，愿主你圣神亲自带领阮今早起所有的敬拜甲保会，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你。愿父神圣灵同在，让我们所做的事工一切都荣耀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下面咱要三甲坐，咱永远徛咧来三甲坐念使徒信经，我们要一起齐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按照我们习惯的语言，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请坐。
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启文第5篇，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着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也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这是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儿你，感谢你带领阮今日来到圣殿，做伙来敬拜，做伙来儿主。只是求主你的圣灵教阮伫咧，嘛求你安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做伙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你丰盛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有怜悯、有疼心的全能爸上帝，来到你面前的人是满有福气。当阮心内有困乏的时阵，你使阮完全的平安。感谢你，嘛，互阮拄着困难的时，你来帮助阮。我嘛爱继续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学习主你美好疼人的精神，为着福音向前来跑走。这个时阵，阮特别为着今仔日中一个改选来祈祷，求主兴起偌侪热心、优秀的教会人才来投入教会服侍的事工。无论改选的结果如何，阮拢谦卑来接受，因为阮知影，这拢是主你美好的旨意，合一的灵继续伫富强教会来运行。另外，我嘛为着11月份荣耀丰收的禁食祈祷的事工，就按呢命令的讲座，按第7期幸福小组所带来美好的影响力来带导。因为阮知影，阮瓦靠主发的信心来推动福音的运动，互偌侪人会来认捌你。凡每一个会友拢会当了解抢救每一个灵魂的重要。因为阮知影，福音的国度需要主你永远的同在。亲爱的耶稣，我们求你看过我们今天整个礼拜的进行，让夏牧师将你的话语、你的教导感动在每一位在我们圣殿当中，在线上一起聚会敬拜的弟兄姐妹，也求你亲自来安慰我们教会当中失去亲人的会友，或是这时候身体病痛需要医治的兄姐，也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从这时候到永远。最后，我们也感谢主你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丰富的恩典，我们也将继续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这是一条有盼望的道路，也让它成为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恭受上帝的话。本周的经文有2处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卷16章6到7节。我先用台语来念，那接下来再用华语。因来时，撒母耳看到以利亚，心内想，徛伫上主面前，这个一直是
伊所选立的人。毋过上主啊，萨摩尼讲，毋通看伊的外表身材大汉，我竟的毋是即个。上主咧看，无亲像人咧看，人看外表，上主看内心。接下来我用华语来念。他们到的时候，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的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可是上主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第二记载记载于彼得前书第5章第2到第4节。就无用上帝交代恁的羊群，甲因管顾，毋是勉强，是照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毋是为着贪财。是自阮热心来做，交代互恁的羊群，毋通用官威管辖，着做因的模样。安尼，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会得到永远袂失去光彩荧光的花冠。要牧养上帝所付托你们的羊群，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酬报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却要做羊群的榜样。这样，那大牧人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献诗，由新歌队带来献诗。主啊，阮伫遮献诗说，由下牧师来讲道。今日讲道的题目是终极首选，应要呼调。讲到的题目是长职受选，荣耀呼召。心主敬的主面前，我的感谢和乐意，你心心来管家最敬佩，一定你最最舒服，把赞光的理想给人。你的路平安。
好了，主，感谢献歌队用诗歌带领我们一起敬拜。光下的机会，我们今仔日哈，咱2堂礼拜合在一起哈。我们1年大概有几次是合堂敬拜啊？看到位置都坐满人数，就感觉一种被激励的感觉哈。啊，我们也平常台语跟华语哈，台语甲国语的兄弟有时较少做伙见面讲来请安啦。所以我们现在给隔壁请安一下，问候一下，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上帝，好不好？跟隔壁，感谢主哈。好，我们今天2堂礼拜没有分开，但是时间也要合在一起，所以会比较长一点点。但是我很感动哈，就是以前我们在会员和会举行选举的时候，从8点多一直到快12点，大家都很安静，而且很乐意参与在这边，表示大家对教会的事工非常的重视，很看重，特别是追求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富强教会很大的一个文化跟资产，这是我们值得肯定跟鼓励的。但是我们小会也在努力，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和会的流程做得很顺畅，很有效率，而且是合乎教会的法规，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我们也期待今天我们的和会能够很顺利的进行，也特别我们能够顺利选出我们的长老跟执事。在开和会之前，牧师要用主的话语来跟大家一起勉励。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给阮这个福运2场礼拜联合做伙，阮伫遮要先领受你的话语，来学习主你的教示，也通照主你的话，阮来进行搁落去和会来选举。愿你亲自开启阮的心，互阮知影你话语中的奥妙甲教示。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中级受选应邀呼召，长职受选荣耀呼召，是因为我们台湾最近大家因为在民主制度里面选举非常的频繁，今年选立法委员、总统都还没休息，又开始要选那个县市长了，反正大家就觉得很习惯电视上天天在讲选举的事情。好，这个是一个制度，但是跟我们长老教会选举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差异的地方？为什么它是一种荣耀的呼召呢？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在开和会之前一起学习的一个信息那经文我们会在后面来在一起来分享。那我们首先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是受召来宣扬上帝伟大的救恩。你我都是平凡人，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信仰宣言所讲的。大家拢真平凡啦，有世间的知识财物，或是有世界我们所属的地位，但这个都跟受选当长职、受呼召宣扬上帝伟大的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现在从大卫他受膏立这个例子，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来了解大卫受呼召、受抹油来做王，到底遐话互咱心款的启示这是迄个图画内底大卫受迄个撒母耳来抹油成做王到底以什么款的情景那牧师要把刚刚我们读了前2段经文一个比较完整的，借由经文来描述大卫受膏的经过撒母耳记上16章从第6节开始，刚刚我们有读了前2节。他说他们到的时候呢，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意思讲这个囝以利亚都是因感觉上好的，以利亚就给他杀出来撒母耳也觉得哇，
不错哦，站在上主面前，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但是上帝就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是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好，就是开始进入到人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你说高大的身材不好吗？外表非常的雄壮威武，或是外表非常的让人家看着很 nice， 这样不好吗？都好啦。但是上帝在这一些条件，人的条件之外，他说他看内心，那看内心。所以从神的角度，他是看这一个人是不是跟神走在同样的道路上，而不是用外表来做判断。然后我们看他怎么选哈。然后耶西叫他的儿子亚比拿达走过撒母耳面前，又另外一位啦。但撒母耳说不，上主也没有选他。然后第9节，耶西又叫沙玛，已经第3个了哈。撒母耳说不，上主也没有选他。这样，耶西把7个儿子都叫到撒母耳面前，撒母耳对他说不，上主没有选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我想同样是耶西的儿子啦，哈，除非讲特别较匪类，无应该大家拢讲袂歹才对咧，吼。好，那都是因为已经选中耶西的家了嘛，耶西这是由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世系下来的被神所选上的一个族嘛，都是已经由神所定义的嘛。但是在这7个儿子当中，上帝都没选，所以在下一节说，于是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其他儿子吗？”耶西说：“还有一个最小的，在外面放羊。”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位是谁啦。从耶西的人的看法，觉得前面这7个已经够撒母耳还好好选了，都很优秀了。其他剩下这一个在外面看羊不算在内的，就是好像就是已经没有被选上，或是没有被感觉是他要受选的，所以还在外面看羊嘛。但是撒母耳说叫他来这里，他不来，我们就不献祭。当然这就是神启示给撒母耳的话哈。好，那12节说，于是耶西派人去叫他来，他是个英俊的青年，双颊红润，眼睛炯炯发光。上主对撒母耳说：“就是他，就是他，膏立他吧。”好，从这个短短的受膏的故事，我们发现耶西把最棒的7个都摆到前面来了，但是上帝不选。耶西认为一个无关紧要，或是还小，根本还不到时候，让他在外面牧羊。但是上帝说：“我要选他。”我们可能会想说上帝好像蛮搞怪的，这个就跟人家想的不一样。但是其实神就是要借由这个，让人谦卑下来，知道说，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用人的角度去堆砌，人的角度去宣传，人的角度去看重，都不是合神的心意。好，那13节就这样子了。他说：“于是撒母耳把橄榄油拿出来，在他哥哥面前膏立了大卫。上主的灵立刻支配大卫。”这一个点很重要，因为神的同在，这个人被选，而且还是被神所充满的同在的，他的能力、他的工作才真正能够执行出来。所以从那天起，他与他同在，然后撒母耳回拉玛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从大卫受膏，我们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在旧约一直到新约，被选成为神的仆人或是神的工人，都是这样的态度。人看作是理想、优秀没有缺点的，在神来看，他不是所看重。是神看人的内心，看神跟神有没有同行，这个是最宝贵的。
我们把刚刚的经文做三个这个整理哈。大卫受膏，人的眼光，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换句话说，耶西也觉得很好，以利亚很棒。撒母耳是神派他来的，他也觉得很棒。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当事人觉得很棒。当我们现在讲选举、选长职、牧师、长老，先要做某一种程度的一个差派或是推荐，这个也不算数，是上帝说了算。就像撒母耳，他也觉得不错，但是神说我不选他。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推敲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一个最关键的部分。人往往会有自己的原有的看见，或是原有的经验，或是原有的喜好，但是我们是要先寻求神。上帝怎么说呢？上帝的眼光，上主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这个也算是我们今天一个普遍社会的认知啦。我们知道，哇，在电视广告充斥的时候，你都知道，在广告上讲的哈，你不要全部信啦哈。什么吃了什么东西，马上脸就变得那么白皙细致哈整个人的身体都健康，都没有病，你会觉得是真的吗？是有效，但是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所以广告是最容易让人家看外表。他要做广告说人多漂亮，人多健康，都是选那个外表让你看，但是是不是真的？所以有人说我推荐这个药品，那其实他自己都没吃过所以神看内心，从我们的经验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觉得奇怪，只是说人容易被遮盖了，人容易会被掩蔽了。所以神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是大卫。圣经说，于是耶西派人叫他来，他是个英俊的青年，双颊红润，眼睛炯炯发光。上主对撒母耳说：“就是他，高立他吧。”我们再从第二段经文里面看见，神所选立的仆人不只是牧者了哈，一般要服侍神的，也要有牧者的形象。这段经文彼得前书5章2到4节为了节省时间，牧师就跳过台语的部分，我们再复习一下华语的。现在中文他说要牧养上帝所托你们的羊群，要牧养，再来甘心乐意，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酬报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其实经文已经非常清楚，上帝所差派的他的仆人、他的工人的态度。他说：“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要做羊群的榜样，这样大牧人来的时候，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再做一个整理，主仆人、牧者的形象。第一个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牧养上帝所托付的羊群。长老、执事、小组长，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样来牧养？就是要牧养羊群。第二个态度很重要，他说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是神要我怎么做，而不是我按照我的喜怒哀乐，或是按照我的想法，是神要我做什么。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了酬报，被逼了为了面子或是为了某种利益，不是，是自动自发的。所以我们才说，被神呼召多重要。因为你觉得这个工作是神差派你的，不是人逼你的，或是人拜托你的，而且是自动自发，没有酬劳，也不是被逼的。那这种人哪里找呢？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完全的 NGO 的团体。NGO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志工。
我们完全是被神呼召来，不是为利益，不是为酬报，是自动自发的。所以这种人，我们怎么样把他找出来呢？这种人我们怎么差派呢？当然就是透过信仰、属灵的喂养，透过门徒训练，透过榜样。第三个角度，他说不要辖制所牧养的羊群，而是要做羊群的榜样。这一段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仆人牧养，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我担任某个职位，好像社会的那个阶级制度啊，做长官的用他的权威的命令或是辖制，他是说你不能辖制，而是要做榜样。换句话说，你要让他顺服你，你要让他跟随你，你要让他让我们的会友或你的组员跟你一同服侍，不是用勉强的，而是因为你亲自做榜样，做模范。来，我做给你看，不你对我做，不咱做伙做。哇，这个是基督徒能够发挥到极致的话，这个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最棒的一个恩赐的恩典的。在这个社会，我们工作都有小时，1小时多少钱，对不对？时薪，我们的劳工争取的不得了，每一年都要加一点，为什么呢？那个是我生活的需要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教会？你不会说，我的时薪多少？我来这边小组要花多少时间？上帝啊，你要给我多少？没有。它的差异在哪里？差异在于，因为你甘心乐意、自动自发，不是勉强，你是为了要做榜样。但是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第4点，他说：那报赏就是大牧人来临时，就会领受到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弟兄姐妹，不失去光彩，而且是永不失去。世上的权位，有一天就会失去。前天还在当总统，明天就当平民了。前天当立法委员，当议员，明天你到任了，你下来就是普通的平民。人类的社会，我们说那个是公平的，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是我们的父神给我们一个极其宝贵的应许，是因为你不为报酬，你不是勉强，你是自动自发，你什么好像都没得到，但是神是给你最好的，就是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基督徒就是会看见那个不是世上的价值了，不是世上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有一句标语说：为了那个看不见的价值，所以愿意付上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选举长职，这是我们长老教会最重要的代议民主的精神。代议民主，什么叫代议民主呢？代议民主它的这个定义就是叫做间接民主了，间接民主，就是教会中以选举形式来选出长老跟执事，来代表在教会中行使权利，就是牧养跟服事，就是跟牧师同工。好，你看这个选举，今天我们在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你觉得很习惯，但是请记得，这个民主制度，教会的民主比现在国家的民主还更早，那才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借着这个制度，长职在教会中行使制定规章，管理教会，遵行民主制度，就是我们所说的万民皆祭司的精神呐。万民皆祭司，你有说这个他很奇怪呢？我们长老教不是这样吗？你如果差异到宗教改革之前，宗教改革已经500年了，对不对？今天的周报有报告，我们的宗教改革主日就是在10月31号。在500多年前，以前就是教皇
书记、主教、那神父，就神职人员在管理教会。信徒没有那个权利权责，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我们长老教会借由加尔文这位开创者，推动了整个教会的制度，所以就产生了长老，还有执事。其中其实牧师就是长老的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有叫做教诲的长老，还有叫管理的长老，但是在教会里面就形成了牧者就是做宣讲，我们的长老担任整个会堂整个的制度的制定跟管理，所以这个叫做万民皆祭司。祭司以前就是特权阶级呀，特权阶级。前几天呢，我们同学有开一个同学，我们是我们以前神学院的哈，已经毕业几十年了。那我们一位同学他就想说，他的先生是传统的犹太人利未族的后代，他还讲说他们不用做什么工作，就专门做祭司就好。这到现在制度还在耶。以色列的政府他们就要负责供应他们的生活，就像旧约时代利未人的一个职权一样。好，以前就是有这样世袭的，而且是特别选派的。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我们长老教会，就是把这一个制度改过来了。就像耶稣在钉十字架后，整个圣殿的布幔就裂开了，人能直接跟神祷告，人能直接跟神献祭。我们现在祷告的祭，献上感恩的祭，不用透过祭司，那是何等大的一个宗教的革命啊！那我们长老教会就是具体的呈现的这个部分。其实呢，这个民主制度，我们知道，我们长老教会的渊源是从英国的长老教会来的。那英国的长老教会，他们当时所差派来台湾传福音，当时马雅各医生、甘威林牧师、巴克勒牧师、李修牧师，因拢是对摩回苏格兰。就是这个地方，英国的北部有一个大区块，叫做苏格兰。所以英国你若听过，你若注意听伊的原文英国是叫做联合王国的，联合王国呢。换句话说，他们内部其实就有分不同的4个区块。平常是统一由英国的那个英国的皇帝就是来名誉的领袖其实他们各自都蛮行政很多是独立的啦。那苏格兰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源头，那苏格兰的源头就是从加尔文所以呢，这是苏格兰的教会，苏格兰的教会虽然他们现在因为历史的演变苏格兰教会其实慢慢已经比较没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制度从那边而来。代议民主在16世纪的苏格兰非常兴盛，所以400多年来影响民主制度发展非常的深远。比如说以前教会的这个民主制度影响到整个英国君主立宪，然后从那边开始到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是由这个精神而演变过来的，只是它的内容不大一样。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遵循这个民主的传统，就是加尔文他所说的加尔文他的理念他说加尔文的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人，他是说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加尔文说，上帝的主权遍及人生和全世界，遵行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的行动，就在彰显上帝的主权。换句话说，当我们所做的事、教会的事、传福音的事教会管理的事、选出长职的事，这些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以这个为最终的目标，而不是用人为的方法。那就是我们在寻求。所以长老执事的选举呢，就是寻求荣耀上帝的方式。那荣耀上帝，跟上帝说，我看内心，不看人的外表。基督徒怎么揣摩呢？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是透过你我每一张票选出来到底你选的票，你是遵从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还是按照你原先的人的看法呢？那就是
基督徒的信仰成熟表现了，对不对？因为牧师也不能教导你选谁呀，那你是不是在主里面同感一灵？因为神给你这样的心意说，这个人是神所差派的，我用祷告的心选上去，这样子。所以他说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选出教会的长子。所以我们再回到原先大卫受膏的这个教导，长子选举不是以世人的眼光，比如说外貌啦、财富啦、地位啦，而是因为我们寻求这个人是不是有跟随耶稣的脚步，用仆人的心服侍主。就刚刚讲的，上帝的仆人有任务牧养神的羊群，不是出于那个被迫勉强，而是甘心乐意，不是为了报酬，而且能够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弟兄姐妹，刚刚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是荣耀的呼召。我要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也是勉励我们每一位要受选的长子。我们请敬拜团当牧师念完这段诗歌歌词的时候，到前面来再一次带领我们唱，我们为今天要受选的长子来献上祝福跟祷告。他说，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领受了这个荣耀的呼召？换句话说，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他说，使我瓦器，瓦器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器皿，但是因为有神丰富的恩典，使我们在瓦器里充满了莫大的能力。我们再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一次这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请选录人员开始预备哈。大家跟着敬拜团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华语的。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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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
哈利路亚，荣耀的呼召。让你机会，我们这个时候大家都站着，我们为2件事情祷告。第一个，我们从心中来祝福有4位长老候选人，14位执事候选人。我们知道他们都被神所呼召的，虽然选举制度有选出几位，但是他们都被神所高抹。愿神赐福这一群愿意被选呼召、荣耀的呼召的长老跟执事。第二个，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流程都合神的心意，能够很顺利完成这个会员合会的事工。我们这一次开口为了这2件事情来祝福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啊，你的圣灵亲自来高抹保守我们14位执事、4位长老候选人。神啊，求你的恩膏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大、何等祝福。这是个荣耀的呼召，不是世人所选的，而是神所呼召的。感谢赞美你，愿神的恩典也保守我们所有的选举能够从头到尾一切都顺利，一切都蒙神的恩典，让我们见证神美丽、美好恩典、赐福的作为。感谢赞美你，天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一起同心，一起祷告。我们知道荣耀的呼召就是被神所看重，虽然有时候人看作不重要，人也不在意，但是当我们知道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那永远不毁坏的华冠，这才是最大看不见的价值，天国的价值。神啊，求你亲自保守带领我们以下所要进行的会员合会，一切都顺利，一切都蒙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透过每一位敬畏神的子民来行出神美好的旨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听这些请坐。好，牧师做一个流程的说明我们就慢慢来进行第一个，我们要先做奉献，奉献完，那我们弟兄姐妹在奉献完之后呢，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成人会员，也欢迎你留在教会。忙讲我都不是我都先走如果你觉得很方便，你想要成人会员要到楼下4楼，这样比较容易投票选票。欢迎你可以移动一下。第二个，我们今天呢会准备便当所以等一下我们在点名的时候，会包括不是会员的都算进去了。如果点名算进去了，你才离开，你要讲，不然的话便当牧师吃不了。所以记得我们要统计人数这个是很复杂的事，差一个就不好所以希望会足够这个牧师先做提醒。那我们先请诗会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流程我们就奉献，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会员合会。那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叫做分组开票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做其他的消息报告，或是牧师做一些其他会务的后面的分享，那我们就不会拖延时间我们先做奉献来。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按照来唱黄文的诗歌。会众请坐。好各位兄弟哈，我们教会哈，至少每一年都有选举一次。照理讲是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是尽量要想办法让那个效率能更好所以呢，牧师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要开始点名，然后开始准备。我们请长老还有我们的选务人员预备了哈如果特别要分发选票的，我们的长老可以到前面来开始预备。牧师先做几个简单的报告先简单的报告。好，这个投影片有在这里。好，这个是清点的是等一下我们再看哈。同工，我们有那个牧师那个规则报告在哪边？规则先出来。有一个独立的长职候选人的报告。好牧师先报告说，我们今天做这个会员和会有一个选举规则，再复习一下，本来就有了第一个，我们的出席会员是即在人在，成人会员出席过半就成会了。等一下我们会看人数，就是说我们的在籍人数统计，我们公告了4个礼拜了我们楼下现在贴着今天最新的一个的名单。第二个，投票以当次发票为准，得票过半数当选。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以一个比喻我们说我们现在算一算人事有260个人出席。但是我们发票的时候发现有人去厕所了，有人到楼下喝水了，突然间258个，那我们就以258个当我们那一次选举的过半，这样懂意思但是不能超过，咱如果剩260，怎剩分265，你就要赶快查看是谁新来回来新报道的，这样才可以，这样懂意思好，第三个，我们就投票。第一次选举若当选未达原有的应选人数，比如说长老有2个，对不对？第一次选出只有1个当选，那第二次选举我们就是以这个原则，第二次投票以最高票者的倍数为候选人长老较少人较不好解释，执事啦执事我们要选4个，对不对？好，选4个，如果第一次只选出2个，那怎么办？第二次我们就没有从14个再选一次啦，我们就从缺2个。加2个就4个人，最高票的那4个人来选，我们会把它贴在投影片上你就从这4个人选2个，不能再选其他的人了你听如果还是没选上，我们的长老教会的制度有3次投票，第3次投票就是第2次还没有完全选出来，就加1个，比如说还有1个缺1个，我们就用2个下去选，这样了解好，那第4。我们今年做一个测试，为了让开票更有效率，我们要尝试今天是第1次，我们要第1次执事，因为有4个要被选，但是有14个候选你会分散打勾都不一样如果说250个，那你要挑4个250就1000个，1000个人被点上，那要练1000次，花很多时间。我们今年要改成第1次投票了、收票了，我们就请我们的执事6组跟长老到3楼去，由他们监督，等于代替我们去监督开票。然后就把6组的开票和统计之后，就来投上影片说，
我们一共有几个人当选，几个人还没选上。那第二次我们也按照刚刚的规定，哈，缺几个，第二次是倍数，第三次是加1，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情形哈。好，那我再做一次候选的这个介绍就念过就好哈大家心中有预备了哈。我们有4位长老候选人，第1号是高林清，第2号是李宗杰，第3号是胡泽荣，第4号是谢承佑。等一下从这4位长老当中选出2位，再来，我们有14位执事候选人哈，我念是名单。第1号林继平，第2号廖秋平，第3号刘淑敏，第4号王建伟，第5号李宗杰，第6号吕文文，第7号韩启智，第8号金晋吉，第9号陈树文，第10号龚硕文，第11号吴志宏，第12号陈子坚，第13号林慧兰，第14号张子兰。真的很不好选，14个要选4个哈，所以大家心中要祷告。好，我们为了让施工很顺利的进行，等一下会再讲怎么样投票，怎么样勾选哈。但是现在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小会书记来主持这个点名。我们以前的经验就是，我们不一个一个念名答右，就是直接来举手，你是成人会员，是在籍会员，包括你是不可抗力的，今天有出现有出来，我们都举手。然后我们有分六个长老来点人数，我们请我们的书记准备来登记人数登记人数。好，现在我们请6位长老来准备要来点名。现在大家都进来了有的不要在外面的进来了。现在请。你是成人会员，包括是不可抗力，今天有出席的，请举手一下，举手，开始点名了，好，先不要放下我们长老请你放下手，你再放下。然后6组再报上人数给我们的书记，报上你点了几个人报上来要记录一下。好，一个一个。统计一下，6个长老算的人数加起来看多少位？然后我们请书记来报告我们今天出席的人数要甲兄弟提醒你拄则举手点到名，若拄则无点到的你也甲长老讲无到时咱人数统计了，你也搁加出来，分票较加出来就麻烦听有好，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有我们的人数的规划我们是陪参会员人数是794个，咱要扣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我们的不可抗力的人数269个，所以我们的在籍人数是525。今天请假之前很多小组长帮忙统计请假人数是114个，